继续来到屏东的内埔乡，是这个年货大家办抽奖，头奖是汽车一台。结果今年抽到头奖的，甲旧年抽到头奖的，竟然是同一个人。有人讲不可思议，嘛有人质疑乡公所误想。乡长是买回讲，这个抽奖的活动绝对是公正透明。 名声透镜城的屏东内埔年货大街重头戏就是年度大奖。恭喜你中了头了！你的掌声。敢有看到乡长的表情？淡薄唔敢相信。斟酌搁再看得到头奖的林小姐，今年抽到一台轿车，是咪跟旧年的头奖嘛是稀？ 关于外面的人在质疑说作弊，内埔乡公所所有的活动都是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。这个幸运的几率是一定是有的啦乡长讲，家己嘛惊一条，不过活动绝对公平公正。面对挂界这期，虽然3、2年好运得到头奖的林小姐，莫话要讲。初2、初4都有投，对啊，大概花了快1500、2000那边，就很开心啊！这个是算是意外之财啊，觉得就是自己要做更多的事情去回馈。林小姐解说，今年得奖的是家己的查囝，因为上台表演得到一张抽奖券。今年林小姐是家己啉钱买几20张抽奖券，搁一摆得奖，叫做内埔传奇故事。神奇呢？那怎么说？ 怎么刚好这么多的票？怎么刚好说都同一座？几率不太可能会出现，真的是有烧香拜佛，运气真的非常的好。会有人就是他自己本人就是很幸运啊。事实上，抽奖的过程都有公开录像，应该无人偷做手。林小姐去年抽到汽车，已经转手卖掉，今年搁一摆得到小奖，考虑把车留落来，要和厝里的人同齐分享这份福气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